闽南语拼音练习单词奖编作，人工出版社出版，录音发行。第二部分，闽南语拼音综合练习第二课。一、蜜蜂。二、心得。三、拳头。四、相片。五、联络。六、家庭。七、良心。八、印度。九、南投。十、乌邦。11、飞机。12、祖先。13、饭桶。14、牛车。15、水果。16、銀行。17、目屎。18、少年。19、青春。20、西装。21、科学。22、法群。23、早起。24、字典。25、水饺。26、韭菜。27、公主。28、行兄。29、自己。30、冰冻。第二课。1、蜜蜂。2、心得。3、拳头。4、相片。5、联络。6、家庭。7、良心。8、印度。9、南投。10、乌邦。11、飞机。12、祖先。13、饭桶。14、牛車。15、水果。16、銀行。17、目屎。18、少年。19、青春。20、西装。21、科學。22、法群。23、早起。24、字典。25、水饺。
26韭菜。27公主。28惊吓。29自治。30冰冻。